第16课注音第2部分的练习。例词：母语、文明、袂记得、卖实、物质。第2段：吟诗、艺术、危机、甘愿。第3段：雅气、爱乐、自我。例句：第1句，文明安怎进展？咱嘛袂使简单顾追求物质的生活，煞袂记得家己的母语。第2句，吟诗是一项艺术，咱若甘愿献身推广母语文艺，母语就袂有危机。第3句，咱若用心提升自我的内涵，讲雅气的台语，久来讲台语就袂成做碍脚的代志。